主后2025年2月23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圣，咱来听读圣经，历代志下卷第9章第50到第8节。示巴女王就对王讲：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，拢是真的。本来我毋信因的话，到我亲目看到才相信。人甲我讲的，还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，超过我所听到的。你的部属真有福气，你的人神真有福气，因不时伫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喜爱你，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坐位做王。因为你的上帝疼以色列，爱伊永远建立，所以选入你做因的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，就要查考历代志下卷第9章。这章主要伫介绍所罗门伊的智慧、财富，以及所罗门的死。大圣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，第9章的1节到2节，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王。这段故事也记载伫列记上卷第10章1节到13节。经文的内容大同小异。示巴女王因为听见真侪关系所罗门王的名声的代志，特别是所罗门伊的智慧甲财富，所以不远千里，亲身来讨教见识。伊大圣准备好种种的难题，来要考问所罗门。啥时阵也带真侪香料、黄金甲宝石做礼物来要比财富。所罗门王也毋但智慧超群，应答自流。啥时阵也互示巴女王真祝福。示巴女王也参观佮巡视观察耶路撒冷的一切。伊的结论是：本体伊毋相信，看到才知一切拢是真的，而且听人讲的，也无伊亲目看到事实的一半。示巴女王伊也真大方，将大约4000公斤的金仔，佮真侪香料甲宝石送互所罗门。所罗门也回赠真侪礼物互示巴女王载转去。第二段伫第9章13节到27节，所罗门王伊的财富。这段也记载伫列记上卷第10章14节到29节，第4章26节。所罗门王伊的财富主要来自每年做一生里赚的差不多有金仔23000公斤。第二，税收。第三是进贡的金银。伊的财富主要也表现伫第一，伊有做200面金的大盾牌，300面的小盾牌。过来是伊的大宝座是用象牙来做的。第三，王宫一切用的器具是纯金的。第四，伊有贸易军队，经商也顺利发达。第五，天下之王逐年会进贡礼物。第六，伊的军事强盛，国力强大，
伊有效统治的范围北至幼发拉底河，西边到波斯人的地，南边到埃及边界。第三段是讲所罗门王的死，第9章29到31节。所罗门伊的事迹伫圣经以外，也有记载伫先知拿但书、阿希雅的预言书甲先见易德的异象书。所罗门大约伫20岁做王，做王40年，所以大约伊活60岁左右。伊死了后，伊的囝罗波安续接伊做王。咱通对历代志下卷第9章学习到啥物？头前咧讲到着基督是爱付上代价甲行动，基督是爱付上代价甲行动。历代志上卷第1章第10节有讲，所罗门向上主求智慧、聪明，通领导国家治理人民。上主果然有赐予伊智慧、聪明，而且治权均匀，成做古今第一智者。相对的，所罗门也运用上帝予伊的智慧、聪明来领导国家甲治理人民，也非常成功，出类拔萃。伊所领导的国家有效管辖的地界，也是一个帝国的规模。伫帝国下也有袂少的小国家、小王归附伫伊，定期向伊进贡。示巴女王连连称赞以色列人真有福气，有上主所疼的所罗门做因的王，而且所罗门也是秉公行义，伫领导国家甲治理人民，通讲是一个真正带幸福予人民的好王。这个甲咱讲啥物？所罗门伊求智慧得智慧，毋过相对的，伊也爱付出行动甲代价。伊运用上帝予伊的智慧聪明来领导国家甲治理人民，也予伊的国家富强，人民得到幸福。圣经伫历代志下卷第9章20节讲，伫所罗门的时代，云无互人看做真有价值。27节，王统治的期间，耶路撒冷的云亲像石头遐济，片茶亲像山坡的酸菜树遐济。所罗门教示咱，祈祷得到应允，除了上帝施恩以外，咱也着爱认真努力打拼奋斗，爱付出代价，等等这行动，这才是真实的祈祷。约翰福音第9章第6节到第7节有讲，耶稣伊是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。耶稣配喙烂超涂糊迄个人的目睭了后，甲伊讲：你去西罗亚的地洗。西罗亚的意思是风吹见，伊就去洗。转来时已经会当看见。咱知耶稣一句话就通甲即个痴迷的人的目睭互伊得到看见。为什物还着遮尔费气？配喙烂超涂糊伊的目睭，了后阁叫伊沿路行，沿路摸去到西罗亚的水池洗目睭，才要得到看见。这咧教示咱讲，人也着爱付出行动，付出行路的代价，才通得到医好。咱疼咱的子女关心伫咱的家庭，爱家庭和谐幸福。上帝也听咱的祈祷，也相对的，咱嘛是爱付出，改变家己的态度甲行为，
以及讲话技巧等等遮个代价甲行动，才当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敢毋是咧？第二，咧讲到着上帝应允、上帝实现、上帝话是大有权能的。你来记下卷第1章12节，上帝对所罗门讲：所以我要使你智慧聪明，嘛要使你钱财富足尊荣，超过你以前的列王。伫你以后嘛无人亲像你安尼。你来记下卷第8章到第10章，咱有看到上帝实现伊对所罗门王的应允，若赐予伊智慧聪明，而且伫遮嘛讲有赐予伊济的钱财、富足甲尊荣。希伯来书11章第20节讲，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，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伫巴吉的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37节，做老母玛利亚讲：因为上帝所讲的话，无一句无力。和合本的圣经安尼翻译，因为出自上帝的话，无一句无带着能力。咱信靠上帝人，的确爱信上帝的话是带着大权能，是大有能力的。上帝应允的，上帝也会完全实现成就。第3，伫遮讲到着咱爱扩大信仰的好影响力。示巴女王听到有关所罗门王的智慧、聪明甲财富，伊亲身来体验甲游历，了后学了上帝，见证上帝的慈爱甲信实。示巴可能的所在是伫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边。伫今仔日的也门地区，遐有出产宝石甲香料。大约伫所罗门的时代，也有一个示巴王国，甲以色列有经济贸易、文化交流、考古的记录。遐也有流传示巴女王传奇的故事。另外，伫非洲的伊索比亚。这是一个有家己的基督教国家，也流传真久远。伫世图时代，伊索比亚的大神信主将福音传转去。另外，因也有古代示巴女王去见所罗门，转来了后生一个囝。也伫因的境内也有真侪关系摩西失落约柜圣物即款的传说。无论安怎，就是讲，所罗门王对上主虔诚、信仰，甲表现伫伊的智慧、王室、国家人民的富裕、富强，深深影响到着示巴女王，互伊也成做一个信奉上主的外邦人，也将即个信仰带转去伫伊的国家，帮助真侪人信上帝，后来也成做基督徒。到呾非洲的伊索比亚，还算是一个真古老的基督教国家的地区。我捌伫一间餐厅下壁看因挂一把写中文成语的毛笔字，题写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我看袂晓即个意思，就上网去找。意思是讲，桃仔李仔开花，好看会芳，果子也好食。虽然桃仔李仔的树袂开喙讲话，
毋过捌会的人来来去去就伫树仔骹行出一条小路。这意思是咧讲，伊的餐厅料理若是真正好食自然，人客相补相带，生意也会真旺。相反，素文伊的智慧传到伫外邦，若吸引示巴女王来访问，甚至天下诸王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，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。历代志下卷第9章23节，主耶稣甲咱教示讲：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相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未信者也是通过咱来认捌上帝甲主耶稣。那安尼，咱若活出基督徒的款式，有好的品行甲行做，人自然就会称赞上帝，学了耶稣，这就是有发挥信仰好的影响力。愿咱伫新的一年，做基督的精兵，做主的学生，也有好的信仰见证来荣光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。伫早起阮听圣经的即段咧讲到着所罗门王伊的智慧，佮伊的财富等等。阮嘛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主，因为所罗门王伊是一个祈祷的人，伊也透过伫即个祈祷的中间得到实现，伊也付出代价甲行动，而且伊也有好的信仰的影响力，甚至影响到着示巴女王甲伊的王国。阮也感谢主，因为你互阮伫即个世间，阮也相款伫祈祷中间，阮也爱付出即个代价甲行动，来改变阮家己，也互主你的应允实现伫阮，互阮诚侪有福气的人，也诚侪带福气互人的人，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，包括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